各位招商永隆銀行嘅客戶，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招商永隆銀行第四季度環球資產大類嘅報告會。我係今日嘅主持 Candy， 係嚟自招商永隆銀行零售部嘅投顧。咁今次啦，我哋邀請咗啦，我哋嘅嘉賓啦喺我身邊嘅咧就係招商永隆銀行私人財富管理部資深投顧 Alex 嘅。大家好，非常榮幸啦，今日由我 Alex 為大家介紹翻今次嘅報告嘅。咁希望咧可以幫助大家更好咁了解最新嘅環球市場同埋資產情況嘅。咁今次嘅活動啦，我哋會分為3個部分嘅。咁首先啦，會同大家啦一齊回顧翻年初至今環球市場嘅表現。咁而第二部分咧就係會介紹翻宏觀經濟嘅變化啦，以及各大資產類嘅表現㗎。咁而第三部分嘅話咧，會針對翻投資者所關心幾個議題，譬如講緊減息啦、關稅啦、子女教育基金規劃啦，而作出針對性嘅問答。咁事不宜遲啦，將個時間交俾 Alex 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唔該晒你 Candy。咁首先咧，我哋一齊回顧翻上季度永隆大類資產嘅觀點。整體嚟睇咧，上季度我哋提到觀點咧，基本上去到今季為止咧都得到印證嘅。上季度我哋提到 AI 將會保持高速嘅增長，而從第三季度嘅情況嚟睇咧，美股嘅科技股上漲11%，維持咗一個比較高嘅增速嘅。咁未來咧，科技股將會係股票市場重要嘅帶動因素，而地緣局勢喺全世界趨向於談判。8月份俄烏衝突咧展開咗首腦嘅會晤，對於未來嘅方向咧有一個比較漸進式嘅嘗試，利率未來咧都將會維持下行嘅趨勢嘅。咁我哋可以見到咧，美聯儲喺9月18號嗰日降息25點子，而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嘅地位咧都比較穩定，所以美元指數咧截至9月21號咧都升值咗0.97%嘅。整體嚟睇咧，受惠於美聯儲減息嘅預期啦，全球流動性特別寬鬆，因此咧導致到2025年所有嘅股票市場咧都係上漲嘅，整體表現良好。而美股方面，2025年美股市場咧整體表現一個非常強勁嘅上漲趨勢，市場表現主要受惠科技股推動，特別係 AI 相關嘅企業強勁，蘋果、微軟、英偉達等等嘅科技對頭咧，其實對於整體嘅指數貢獻咧係非常明顯嘅。咁喺2025年美股行業嘅表現咧，分化科技板塊咧，基本上藉住人工智能嘅產業驅動咧，而工業、金融、通訊行業咧都有一個比較唔錯嘅升幅，但係地產消費啊、健康護理等等咧，相對受到一個比較大嘅拋售壓力嘅。咁喺港股方面，其實今年咧，我哋見到全年咧上漲超過32%嘅，主要嘅動力嚟自南下嘅資金主導咗一個所謂嘅估值收復，而截至8月15號，南下嘅資金咧累計淨流入已經超過9300億嘅港元嘅啦，遠遠超過2024年嘅全年8000億港幣規模。而港股2025年優異嘅表現咧，主要源於幾個因素嘅。第一，估值洼地嘅效應明顯啦，咁我哋知道港股估值長期都處於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啦。第二，盈利增長預期強勁。第三，南向資金嘅影響，咁港股咧成為咗咧避開美元資產風險一個重要嘅一個選擇。A 股咧呈現一個結構性分化同政策驅動，年初至今咧上證指數上漲超過13%，全年表現分化係比較明顯嘅。喺估值嗰方面，見到咧滬深300嘅市盈率咧暫時都係13.73倍左右，仍然處於一個歷史嘅中低位。相反咧，科創50嘅市盈率咧已經高達153.15倍噶啦，反映咧市場對於科技自主嘅一個非常高嘅一個預期。2025年美國國債市場咧係所謂話一個係供給衝擊同埋信用危機交似，10年期美債嘅息率咧喺一個月咧達到4.79嘅一個水平啦，已經係所謂一個年度嘅高位。但係咧自嗰陣時之後咧，由4月4號開始咧回落至4.01嘅一個低點嘅。8月之後咧8月底回升翻到4.23，咁所以美債市場咧你可以話用一個異常波動咧貫穿咗全年嘅。咁而關稅政策對於美債信用嘅根基咧係有一定嘅影響，推升咗咧美國嘅進口成本咧高達92%嘅，通脹預期咧反彈咧疊加咗全球一個所謂嘅去美元化嘅加速咧，美債安全資產嘅屬性咧第一次受到質疑。咁呢個問題咧，我哋都會之後喺專題咧展開嚟為大家介紹一下嘅。咁而2025年咧，中國債券市場咧亦都呈現一個所謂嘅政策托底嘅結構性分化嘅特徵。10年期國債嘅息率咧喺1.6到1.9之間咧窄幅波動。喺第三季度咧，中國債券市場咧呈現一個所謂嘅擴容提速同埋高波動並行嘅一個特點，而資金流向咧重點支援咗基建、高端製造等嘅領域，反映咗咧政策引導嘅方向咧。2025年美元指數咧呈現顯著下跌嘅趨勢，創下咗自1991年下半年以嚟咧最大半年度嘅跌幅。第三季度美元指數咧
延續一個弱勢，受到美聯儲減息嘅預期同埋全球經濟下行風險嘅影響咧，直到9月21號，美元指數咧由年初至今下跌差唔多10%。雖然美聯儲減息嘅預期咧削弱咗美元嘅吸引力，但係全球經濟嘅風險、貿易政策調整等等加劇咗市場嘅避險情緒。其他國家嘅貨幣咧對美元都係有升值，但係可以睇到咧，美元喺第3個季度之後咧，基本上係企穩回升嘅。2025年人民幣嘅匯率咧呈現一個先跌後漲嘅格局，全年咧最低位係今年嘅4月9號，曾經咧美元對人民幣觸及7.35，隨後受到中美關稅博弈嘅緩和，雙方嘅關稅咧從125%降至30%，而美元指數咧暴跌超過10% 之後咧，受到中國經濟一個韌性嘅支撐啦，見到咧喺6月份咧開始回升，而第3季度延續嘅強勢咧，主要係受惠於美聯儲減息嘅一個預期啦，同埋國內經濟復甦嘅驅動。而2025年全年嘅黃金價格咧，亦都呈現一個明顯嘅上漲趨勢。喺第3季度咧，我哋見到黃金嘅價格咧依然保持強勢嘅，而主要原因係受到中東嘅局勢升級啦，美聯儲9月減息嘅預期嘅驅動啦，避險需求整體同埋美元走弱咧，同一時間推升黃金嘅價格。而呢一波嘅上漲咧，核心原因嘅包括咧美聯儲減息啦，全球央行增加黃金嘅購買同埋地緣衝突嘅。好，咁所以咧總結嚟睇嘅話啦，咁喺今年前3季度啦，整體嘅權益市場咧都有唔錯嘅升幅㗎。咁而科技領域咧都引領咗整體市場上升嘅趨勢嘅。咁而美債利率咧持續下行啦，亦都受到美聯儲局減息預期嘅影響啦，進而令到債券市場都係有呈現整體上升嘅趨勢㗎。咁而美金啦喺今年咧整體嘅表現咧都比較疲弱，咁但係見到咧第3季度咧都有企穩嘅跡象喎。咁而黃金啦仍然都係繼續咧有上漲嘅趨勢嘅。我哋從左手邊幅圖可以睇到咧，2025年度美國 GDP 咧由負轉正，主要原因咧係美國企業搶進口嘅影響咧消退咗之後，隨住商品貿易逆差快速收窄咧，淨出口咧喺第2季度拉動 GDP 增速5個百分點，而淨出口咧亦都從上季度嘅負數轉為正數。除咗淨出口嘅貢獻之外咧，個人消費支出咧亦都有小幅嘅回暖。而右邊嗰幅圖我哋可以睇到咧，美國嘅失業率總體而言咧，美國嘅失業率咧係保持穩定，但係存在隱憂嘅。而紅色呢一條線可以睇到咧，現階段嘅充分就業咧，主要係嚟自供給同埋需求同步收縮帶嚟嘅一個所謂嘅奇特平衡。可以睇到灰色嗰條線咧，新增非農就業人數喺持續下降，所以咧失業率嘅平衡係供給同埋需求雙重下降嘅結果。啱啱出嘅8月份嘅美國非農就業數據顯示咧，亦都係低於市場嘅預期嘅，而失業率亦都創咗4年以嚟嘅新高。咁各位投資朋友咧，會好關心嘅一樣嘢咧，就係美國經濟同大家有咩關係咧？減息又點樣影響大家投資嘅配置咧？後面呢部分嘅專題咧，我哋都會詳細咁為大家去作一個分析。關稅對於通脹嘅影響開始顯現，咁但係幅度咧相對溫和。6月份美國 CPI 通脹超預期咧上升到2.7%，由於關稅嘅作用，小幅推升咗部分商品嘅價格，但係由於整體消費轉弱咧，對於服務通脹形成壓力。從通脹嘅資料我哋可以睇到咧，由於關稅嘅作用，導致到通脹咧進一步上升，但係咧關稅對於通脹嘅推升咧，更可能係一次性嘅。雖然家庭同埋企業咧仍然存在廣泛嘅一個通脹嘅擔憂，但係基於市場嘅調查指標睇咧，長期通脹嘅預期咧已經鎖定咗喺2%嘅目標附近。咁所以咧通脹咧係唔會持續上升嘅，俾減息提供咗一個非常好嘅市場環境。咁我哋睇翻下面整體中國嘅經濟情況咧，第2季度中國嘅投資咧全面放緩，基建投資、製造業投資同埋房地產投資咧都出現下降嘅趨勢。喺基建投資嗰方面咧顯著放慢嘅，主要原因係地方主導嘅道路啦、公共設施投資明顯放緩，而製造業嗰方面咧投資亦都持續放緩。中美貿易摩擦啦、國內嘅反內卷以及企業利潤收復緩慢等一啲多重嘅因素咧，都拖累咗製造業投資嘅表現。部分企業預期亦都比較弱啦，資本開支同埋投資意願不足。而房地產銷售市場嗰方面咧，亦都睇到一個增速持續下探嘅。我哋見到商品房嘅銷售同埋房地產投資咧，平均都係出現下跌。而關於消費，睇到7月份社會零售總額咧增速3.7%，亦都係低過市場預期嘅4.8%。而商品消費增速咧繼續下行，國保重啟之後咧，整體嘅效果開始減弱。見到咧
補貼品嘅種類咧增速比較上一月咧係下降，而出口嘅所謂嘅相關嘅數據咧相對係比較好嘅。我哋睇到7月份出口嘅表現咧好過市場預期，而機電產品咧保持一個比較快嘅增長啦，而汽車、積體電路等高端嘅裝備出口增速咧仍然有個唔錯嘅增長嘅。而高新技術嘅產品同勞動密集型嘅產品咧，整體都係有個放緩。咁所以呢部分咧都講明咗咧科技投入嘅必要性。咁下面呢幅圖咧，我哋可以睇到咧中國進出口嘅表現情況。7月進出口表現好過市場嘅預期，而同比增長咧連續第2個月提升。出口方面嘅同比增速咧升至 7.2%， 而進口方面增速回升到 4.1%， 而7月份嘅貿易順差咧同比擴張達到 4.9 嘅。咁未來咧仍然需要關注美國關稅政策嘅不確定性。而分開區域，我哋可以睇一睇咧，大家可以睇一睇右下角嗰幅圖咧，其實對於非美地區嘅出口增長加速咧，係一個市場主要嘅支撐。對於東盟保持高速嘅增長，對歐盟、非洲、拉美、日韓等地咧，都有一個唔錯嘅加速嘅一個出口嘅。反而咧，整體對於美國嘅出口咧速度咧，再次出現下跌嘅一個情況，明顯睇到咧，整體對於美國出口嘅依賴性咧，逐漸減弱。因為我哋睇到通脹嘅資料嚟睇咧。PPI 通脹持平於-3.6%，主要受拖累嘅因素咧係目前處於建築施工嘅淡季，以及國際貿易帶嚟嘅一啲不確定性，所以通縮仍然係現在主要嘅一個市場關注焦點。由2018年嘅數據嚟睇翻咧，而家嘅通縮可能已經接近尾聲，不過仍然需要咧嚟緊幾個月達到一個正數之後咧，後續嘅無論一個數據係需求疲軟啊嘅一個政策咧，對於通縮都有提振嘅一個作用。從需求端嚟睇咧，補貼政策對消費提振效果咧較為明顯，以舊換新涉及嘅新消費品主要包括汽車、電動車、家電、手機等等。然而咧，對於未受到以舊換新補貼嘅消費品咧，其消費品增速持續疲軟。咁所以喺補貼政策嘅支援下咧，部分嘅商品消費增速咧確實出現咗相對明顯回升嘅跡象。而對呢方面咧，唔係一個全面性。從供給端嚟睇咧，我哋嚟睇一下解決通脹問題。喺政策嘅層面有邊啲操作咧？反內卷主要係解決經濟中嘅結構性問題，特別係提振低迷嘅價格。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期嘅相比咧，當前工業品嘅價格咧累計跌幅更深，範圍更廣。咁所以反內卷重點行業咧包括鋼鐵、石化、建材等傳統行業，亦都包括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等新興行業。更加注重咧從行業嘅層面因行業制宜。從效果嚟睇嘅話咧，反內卷嘅政策效果咧初步係顯著嘅。喺煤炭開採、鋰電池等嘅行業價格嘅降幅咧開始收窄，而對於 PPI 環比嘅拖累咧亦都開始減少。咁而隨住反內卷推動供需改善咧 ，PPI 通脹嘅跌幅咧有望邊際收斂。喺提振消費政策嘅加碼支撐下咧 ，CPI 通脹亦都有可能溫和咁改善。除咗中國、美國等國家經濟狀況之外咧，我哋都希望俾大家帶來更多全球化嘅視野同埋解讀。首先，我哋嚟睇一下歐洲嘅經濟。歐洲經濟景氣度咧順延回暖嘅一個趨勢。我哋睇翻左邊嗰幅圖，反映緊咧歐元區嘅通脹水準咧相對係穩定嘅，連續3個月達到歐央行嘅長期目標。而其中核心服務通脹咧更加降至 3.2%， 屬於年內嘅低位。從歐洲嘅人工嚟睇咧，目前控制喺歐洲央行嘅目標區間之中。目前嘅薪資降溫嘅趨勢咧仍然存在，因為薪資嘅增長同物價通脹有住直接嘅關係，所以薪資咧係唔會大幅上漲嘅情況下咧，通脹未來降溫嘅前景咧相對比較樂觀嘅。咁而從採購經理人指數 PMI 嚟睇咧，高於50，亦都屬於溫和復甦嘅趨勢。呢個都證明咗咧歐洲嘅經濟逐步復甦。而源於歐洲經濟回暖一個疊加通脹嘅穩定咧，歐洲央行大概咧會繼續按兵不動。而市場對年內歐央行減息嘅定價咧已經唔夠一次。咁而從近期歐洲央行官員嘅表態咧，同時歐美貿易協定商定嘅最終關稅稅率嘅水準咧比較符合歐央行預測嘅基準情景。咁所以咧關稅對於歐洲央行未來利率嘅路徑咧影響只會越嚟越細。咁亦都意味着喺貿易因素唔再構成推動歐洲央行減息嘅一個理由。另外我哋再睇下日本嘅經濟情況。同樣，日本嘅經濟增速預期咧有所收復。大家可以睇到咧，右下幅圖咧，日本嘅 CPI 同埋 GDP 咧都係一個溫和上漲嘅趨勢。首先我哋睇下 GDP 嘅情況。日本第2季度嘅 GDP 咧表現略為超出市場嘅預期。
季度環比上漲0.3%，略高於之前嘅預期同埋上季度嘅情況。而日本嘅出口亦都從上季度嘅負數回升到今個季度嘅正數。雖然目前有住關稅嘅擾動，咁但係隨住日本同埋美國貿易協定嘅落地咧，關稅帶嚟嘅不確定性咧明顯緩解㗎啦。咁所以喺呢個背景下咧，預計2025年日本嘅經濟將會溫和咁改善。而關於日本嚟緊會唔會加息咧？目前有一定嘅加息預期，咁但係並唔充分嘅。如果後續薪資料能夠延續邊際正向嘅增長咧，日本央行喺年內加息咧，仲係有可能性嘅。咁做翻個總結啦，由美國經濟嚟睇嘅話啦，雖然上季度美國 GDP 都有一定嘅反彈，咁淨出口咧都推動到個 GDP 㗎，咁但係見到咧就業方面咧仍然都有一定性嘅隱憂喺度，咁而關稅咧某程度上都推升到美國嘅通脹啦，咁但係今次嘅推升咧可能係一次性嘅，亦都好難形成通脹不斷上升嘅情況㗎。咁而見到啦，中國經濟方面啦，中國經濟咧上升主要都係受到出口嘅支撐啦。見到消費同埋投資嘅方面咧，其實表現都不如預期㗎。咁而見到啦，係中國嘅通脹咧持續下行啦，可能咧會逐漸咧去到尾聲㗎啦。亦都見到啦，未來可能有機會受到一啲嘅消費補貼啦，或者反內卷嘅政策影響咧，可能咧會逐步緩和嘅。咁而睇完宏觀經濟之後啦，我哋而家就睇一睇而家市場環境之下各類資產表現如何啊？標普500指數嘅市盈率咧，目前為28.2倍，高於10年嘅平均值24.6倍，而10年嘅份位數咧，而家係去到91%。喺美股11幅嘅板塊當中咧，10年嘅 PE 估值份位數咧，最高而家係房地產，其次為資訊科技，亦都達到91%以上嘅分位。而估值偏低嘅行業咧，包括醫療保健、能源、通訊服務、公共事業等。喺第二季度美股財報結束之後咧，標普500公司整體嘅表現強勁，超出分析師嘅預期，而 earning per share 即係每股盈利嘅增長咧，亦都達到11.8%。大概有81%嘅公司咧，每股盈利嘅收入超出預期，特別係科技行業咧嘅增速比較高，顯示到咧企業盈利強大嘅韌性。雖然美股估值比較高，但係盈利有強大嘅支撐咧，因此對於整體美股咧，我哋相對都係睇好嘅。咁而睇一睇右邊嗰幅圖啦。根據彭博嘅數據統計咧，美股標普500行業咧嘅指數2025年第三季度去到2026年嘅整體嘅盈利增長預期咧，我哋見到2025年第三季度美股資訊科技同埋通訊行業嘅盈利增速咧維持喺35%以上，而第四季度嘅資訊科技行業嘅盈利預測咧增速更加超過50%，而科技股板塊咧喺下半年嘅盈利咧預期保持高速增長，而增長嘅優勢咧亦都非常明顯。咁科技股板塊長期配置嘅優勢咧，亦都非常之顯著嘅。咁逢調整咧，我哋覺得係一個可以積極配置嘅一個板塊。2024年至2025年上半年，美股能源行業盈利咧持續回落，下半年能源行業預期咧嗰個盈利咧有機會咧增速回落，幅度收窄嘅。盈利恢復嘅趨勢將有機會延續到2026年嘅上半年。而2025年第三季度，彭博預期美股公用事業嘅行業盈利同比增長咧達到43.7%，增速咧比較上半年同其他行業嘅同期咧較高嘅。而除咗盈利改善之外咧，能源行業仲有分紅嘅優勢，係美國9月份重啟減息嘅週期，再加上特朗普嘅大而美法案減稅政策嘅刺激咧，有望為科技板塊咧創造出穩定而且有韌性嘅一個宏觀環境，推動資金流入。對利率敏感嘅科技股板塊，整體嚟講咧，科技股板塊咧喺第四季度咧，我哋嘅睇法保持樂觀嘅。而北美4大嘅雲廠商咧，包括係微軟啦、Google、Facebook， 即係而家叫 Meta、亞馬遜，整體嗰個算力需求咧仍然處於擴張期。而第二季度嘅資本開支合計為950億美元，同比增長咧達到67%。而2025年全年咧，合計資本開支嘅指引下咧，達到3360億美元嘅。而同比增長咧，亦都達到35%。整體嚟睇咧，根據2025年中嘅一個數據去睇翻咧，幾大科技公司咧喺第二季度咧會繼續維持擴張嘅一個趨勢。而美國科技巨頭咧進一步加碼人工智能技術同埋資料中心嘅一個建設投資。我哋可以睇翻右下幅嗰幅圖啦。亞馬遜提出咧喺2025年所有嘅業務總資本支出咧有望增長至1000億美元。而大部分嘅增幅咧係用於人工智能，
而微軟亦都計劃咧喺2025年投資800億美元咧喺人工智能嘅資料中心啦。而 Google 今年嘅資本增出咧，亦都從2024年嘅525億美元咧大幅增長至750億美元嘅。而 Meta 咧亦都將人工智能投資嘅預算咧定為600億至到650億美元。咁稱為2025年咧係人工智慧決定性嘅一年。另外包括軟銀、甲骨文同埋 OpenAI 咧呢啲公司咧已經承諾咗投入5000億美元咧建設新嘅 AI 基礎設施㗎啦。咁點解美國企業對於科技嘅投入係咁大規模呢？從企業端人工智能投資嘅主要推動者咧，我哋睇到人工智能咧係反緊可以帶動整體企業生產嘅效率啦，會出現一個大幅提升啦。而根據 McKinsey 即係麥肯錫嘅報告預測咧，假設全部嘅員工都使用生成式 AI 咧去賦能咧，能夠提升整體企業嘅生產率咧，達到由35%去到70%嘅。而每年亦都能夠帶嚟咧6.1至7.9萬億美元嘅總經濟效益，咁相當於咧2021年英國 GDP 嘅2倍。咁但係亦都需要提示嘅就係整體科技股板塊咧現時確實係處於一個比較高嘅位置嘅。咁如果想配置嘅投資者咧，可以等待估值回落到一定嘅水平，跟住再進行一個科技股板塊嘅配置。因為由第二季度開始咧，對於美國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嘅擔憂咧持續發酵，美債嘅收益率曲線咧持續陡峭化。我哋見到長端嘅利率咧上升係推升咗整體嘅融資成本，並且咧令到整體傳統嘅製造業、住宅、建築等等利率敏感嘅行業個投資動能咧大幅削弱嘅。喺美國國債嗰方面，暫時嚟講咧，你可以話整體市場咧係雙方係處於一個角力嘅一個趨勢。喺利率可能維持高位震盪嘅形態咧，我哋睇下一啲所謂短久期嘅債券嘅情況咧，佢嘅主要利好嘅因素咧係嚟自於短期降息週期嘅大概率咧再次啟動。而近期美國就業市場出現走弱嘅跡象咧，我哋見到7月份非農就業數據大幅低於預期，而鮑威爾咧喺央行年會咧亦都釋放咗鴿派嘅信號。咁所以喺呢個背景之下咧，美債嘅一個收益率咧可能會延續一個所謂嘅階段性下跌嘅趨勢。咁相反咧，中長期嚟睇，市場咧仍然面對一啲所謂比較利淡嘅信號啦。第一就係話，如果美國經濟較好，再加上關稅通脹嘅效應顯著嘅話咧，長期端嘅利率咧仍然有一個再次反彈嘅空間喺裏邊嘅。而第二就係美國所謂一啲財政嘅事件啦，因為美債供給嗰方面咧預期仍然偏高嘅，咁喺呢方面咧亦都有機會推升美債嘅收益率去到一個所謂中樞嘅水平。咁所以考慮到整體美債嘅高票息嘅優勢啦，美債仍然咧屬於一個高確定性嘅策略。咁但係咧，我哋重點會放喺一啲中短久期嘅美債，而長期嘅債券嗰方面咧，我哋仍然覺得係屬於擺喺一個觀察嘅名單上面。截至最新嘅數據，美元佔整體總外匯儲備咧，雖然從70%下降到58%，咁但係仍然係全球主導嘅一個地位。雖然下滑嘅幅度咧比較緩慢，咁但係經歷咗25年嘅時間咧，但係排名第2嘅歐元20多年嚟咧，仍然都係挑戰唔到美元嘅首位一個地位啦。咁所以短期嚟睇咧，美元仍然係世界排名第1嘅儲備貨幣。咁好多客戶都會擔心就係話，外國投資者不斷賣出美債，導致美債嘅價格下跌。咁但係我哋同右圖嘅資料去睇翻咧，海外投資者咧持有美債嘅規模咧，基本上係保持穩定嘅，而且仲持續上升。而美債主要嘅持有者咧，大致可以分為3類。第一類海外買家，佢嘅持有比例咧暫時為25%。雖然有唔少人以為咧中國持有量係最多嘅，咁但係實際咧係日本以3%嘅美債持有比例咧排行第1，英國排行第2，而中國咧僅佔全球發行嘅美債咧2%。咁所以咧，所有海外嘅買家持有量合計咧，亦都僅為25%。而第二類咧就係美國國內嘅持有者，佔比達到34%。第三就係美國政府機構，佔比達到20%。恒生指數咧近期突破年初嘅高點，主要得益於3方面嘅因素嘅。第一，經濟預期嗰方面，中美關係邊際緩和咧，對經濟預期形成一定嘅支持。第二就係資金面，美元指數走弱，推動全球美元資金流向港股等新興市場，但係國內低利率嘅環境同埋資產荒嘅現象咧比較明顯，令到咧資金咧需要南下尋找出路嘅。我哋見到咧南下嘅資金持續增持港股。第三，板塊結構方面，今年嘅新消費同埋創新藥嘅政策咧比較進取，港股相關嘅板塊咧其實見到咧表現良好，同埋估值咧仍然偏低嘅。
進一步增強咗市場嘅吸引力。我哋睇一睇左邊嗰幅圖啊，2025年南下資金流入咧係帶動港股上漲重要資金嘅來源。截至9月3號咧，南下資金全年淨流入港股市場咧係超過10,057億港幣嘅，大大超過2024年全年淨流入嘅額度。8月份南下資金淨流入港股市場咧更加超過1121億港元。雖然較7月份有輕微嘅回落，但係淨流入嘅維度咧仲係處於一個比較高嘅一個水平嘅。而同上半年南下資金月均淨流入嘅一個水平去計算咧，7、8月份南下資金咧持續大幅流入，係推升恒生指數一個重要因素。喺短期嚟睇咧，政策持續發力推動國內經濟預期嘅改善，港股市場向上嘅動力咧仍然存在嘅。咁但係喺中期而言咧，我哋需要密切關注國內低通脹嘅格局咧有冇機會扭轉。由於港股咧係以機構投資者為主嘅，咁如果經濟嘅基本面唔及預期嘅話咧，市場可能面臨回調嘅壓力。而從長期嘅一個視角之下咧，國內資產方嘅格局以及海外弱美元嘅趨勢，有機會促使資金咧持續流入港股，為港股嘅慢牛咧進一步提供支撐嘅。睇翻彭博統計咗港股恒生指數行業嘅指數2025年第3季度至到2026年嘅盈利預期咧，2025年上半年港股嘅醫療行業盈利咧同比增長屬於一個爆發式嘅增長，下半年咧醫療嗰個行業盈利增速咧預期將有機會回落，咁但係增速咧仍然維持30%以上，而醫療上半年咧已經累積好大嘅升幅。由於成交活躍咧出現一定嘅泡沫化，咁所以咧後期咧或者會出現一個分化嘅情況。咁但係創新藥出海嘅領域前景咧仍然係被睇好嘅，具有一個長期配置嘅價值。根據彭博嘅統計咧，下半年原材料行業嘅盈利增速咧有望維持喺40%以上，延續上半年嘅高增長，高於多數嘅行業同埋盈利增速。而上半年咧已經累計一個比較大嘅漲幅，後續咧相信會出現一個分化嘅情況。咁所以想高追嘅投資者咧需要謹慎。而房地產行業嘅資料亦都睇翻咧，整體嚟講暫時係比較異常嘅。原因咧係房地產行業咧喺過去4個季度連續大幅虧損之後咧，喺第2季度以嚟咧，香港樓宇成交活躍度咧係大幅回升嘅。疊加上咧去年同期整體一個低基數效應咧，市場預期喺今年第3、第4季度嘅房地產行業嘅盈利咧有望喺下半年咧迎嚟一個高速反彈。而困境反轉可能帶嚟一個所謂嘅行業走勢階段性嘅改善。咁整體嚟講，當前港股市場整體估值咧已經比起年初明顯回升啦。而恒生指數嘅估值歷史分位數咧，而家係屬於60%嘅一個水平。而港股長期以嚟估值比較其他市場係相對偏低嘅，咁所以當前一個所謂嘅估值收復嘅空間咧，基本上已經到位㗎啦。咁所以未來指數如果要繼續上升嘅話咧，必須要依賴資金繼續流入同埋流動性推升。我哋睇翻直到8月22號嘅收盤，上證指數咧第一次站翻喺3800點，創咗10年以嚟嘅新高。咁我哋從以下3個維度咧，去剖析一下今次 A 股市場上漲嘅原因。第一我哋見到咧整體嘅基本面咧預期差嘅驅動。從4月份開始咧，市場普遍咧係高估咗關稅對於經濟同埋通脹嘅衝擊。而當時咧市場主流嘅觀點認為咧，中國經濟咧會加速下行，通縮格局咧將繼續加重。但係去到5月中，中美談判開始啟動，7月份反內卷政策落地咧，同時一啲大型嘅基建項目推進咧，我哋見到整體中國通縮嘅預期咧明顯改善嘅。由4月到8月份顯著嘅一個所謂基本面預期差咧，反而推動咗咧市場風險偏好逐步提升。而第二方面，我哋見到流動性寬鬆嘅推動。當前咧，中美咧均處於一個所謂貨幣政策嘅寬鬆週期，國內低利率嘅環境下嘅資產荒現象咧比較明顯，所以咧對於整體所謂嘅權益類嘅配置需求咧係持續提升嘅。再加上海外弱美元嘅一個情況咧，促使全球資金開始向新興市場咧再平衡。我哋見到咧今年 M1 嘅增速咧持續上升咧，亦都印證咗整體企業同埋居民咧資金嘅一個活躍性。而第三就係市場情緒嘅助力。7月份市場向上突破，形成咗一個動能效應之後咧，見到咧兩融嘅資金咧係不斷創新高，逼近2015年大牛市嘅高峰。而我哋睇翻2025年整體融資資金增長咧，係推升 A 股指數上漲嘅重要來源。喺8月份融資額咧
嗰個餘額回升到2744億嘅時候咧，比較起6月份同埋7月份咧係翻咗一倍嘅。咁所以以今年以嚟最大單月嘅淨增長額去睇咧，同一時間我哋比較翻融資餘額咧佔 A 股市場同成交額嘅比重咧，亦都從8月份大幅提升。兩融嘅餘額交易咧已經佔咗 A 股交易額嘅比重咧達到10%，係2025年以嚟咧最高嘅一個峰值。睇翻融資類嘅資金咧大幅淨買入咧，亦都說明咗咧整體市場嘅情緒咧已經進入一個亢奮嘅階段。投資者咧喺現階段咧係需要警惕個風險嘅，而資金嘅活躍度同流入嘅額咧喺最近嘅階段亦都處於一個所謂嘅歷史峰值。我哋見到咧後續嘅資金接力咧係指數進一步上升嘅關鍵，而香港嘅 HIBOR 利率回升、市場風險偏好下降同埋影響資金階段性流入嘅持續性咧，喺南下資金持續穩定流入，限制咗指數調整嘅空間。所以一啲階段性嘅震盪之後咧，我哋相信指數咧仍然係有機會繼續上行嘅一個趨勢。而階段性嘅調整咧，反而為投資者咧提供咗一啲叫做逢低吸納嘅機會。綜合考慮翻整體市場嘅情況啦 ，A 股行情主要推動為流動性啦。咁中期如果通縮持續嘅話咧，行情係有可能調整嘅風險。而呢一輪嘅行情咧，其實與歷史上所謂嘅水牛行情咧係比較相似嘅。參照翻2014年到2015年啦，以及2024年到2025年，當前市場嘅熱度咧係明顯提升嘅。而7月份以嚟咧，市場大幅度嘅上升，速度快，短期咧係需要特別關注波動嘅風險嘅。咁但係從中長期嚟睇咧，係充分反映咗流動性嘅一個助力啦。而政策分別從供需兩側改善咗經濟嘅預期，上市公司嘅業績咧開始磨底企穩，亦都見到咧 A 股嘅估值咧係處於一個合理嘅水平嘅。咁所以咧喺中期方面仍然有一定上漲嘅空間。反而咧對於投資者嚟講，後續需要關注嘅風險，第一，通縮咧係咪真係可以改善咧？而第二，弱美元嘅環境係咪可以持續咧？而第三就係行情持續上漲之後監管嘅態度。隨住關稅嘅風波走向緩和，黃金咧可能會經歷一段時間嘅震盪期。但係考慮到咧央行買金以及市場對於減息交易嘅壓住咧，黃金嘅趨勢咧可能仲未完嘅。投資者咧可以繼續保持配置嘅思路。市場咧亦都存在好多利好嘅因素。一係央行購買黃金嘅底層邏輯咧係繼續支持黃金價格中長期嘅一個主要因素。而黃金牛市格局咧係未有改變嘅。咁可以睇一睇左邊嗰幅圖咧，央行買金個金額咧雖然有小幅下跌，咁但係咧仍然處於歷史高位嘅。第二，投資者咧買入嘅信號亦都非常積極，不論係 Cosmic 嘅黃金增持倉，定係黃金 ETF 嘅持有量咧，喺經歷咗一啲所謂階段性嘅調整之後咧，均再次出現咧回流黃金市場嘅情況。而 COMEX 黃金持倉嘅規模咧雖然有小幅下跌，咁但係整體咧企穩之後咧，仍然處於一個高位嘅。第三就喺特朗普對美聯儲持續施加壓力之下咧，市場點樣提前佈局一個所謂嘅減息嘅交易咧？咁而喺呢個過程中咧，黃金咧係受到一個支持嘅，整體係出現一個上升嘅情況。咁所以睇到整體右邊嗰幅圖咧，喺美國國債息率下跌之後咧，可能會推動黃金價格咧繼續上升嘅。咁所以喺策略上咧，其實投資者咧可以對黃金咧維持一個配置嘅策略。咁但係唔需要盲目咁追漲，可以採取咧小跌小買、大跌大買嘅策略。咁美元咧整體嘅趨向咧，我哋認為係一個震盪嘅一個格局嘅。隨住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嘅下降啦，關稅風險對於外匯市場嘅衝擊咧已經有所減弱。而預計咧市場亦都會再度回歸利差主導嘅一個邏輯。喺利多方面咧，暫時美國嘅經濟咧仍然維持穩健，通脹咧亦都存在一定程度嘅抬升嘅風險。而利淡方面咧，我哋見到特朗普咧持續向鮑威爾施加壓力，要求減息。市場對於美聯儲咧能唔能夠保持一個獨立性咧，產生一個質疑。另外，我哋從一啲歷史數據去睇翻咧，美元單年跌幅超過10%嘅情況咧並唔常見嘅。喺1968年以嚟咧，只係出現過7次。大家可以睇翻整幅圖咧，喺近20年嚟咧，連續2年跌幅接近10%嘅機率咧係非常之細嘅。咁而近20年咧，亦都只係發生過1次，而且咧係冇跌超過10%嘅。咁睇翻2007年連續下跌咧，其實當時咧都係受到一個所謂次貸危機嘅影響。人民幣未來咧，我哋相信咧會趨向中性。人民幣短期咧可能會出現一啲階段性偏強，但趨勢上咧仍然維持中性。整體咧會係一個有序嘅可控波動為主嘅。而短期睇翻咧，
人民幣階段性偏強，主要原因咧，第一，中美關稅延後90天，有效緩解咗市場對於貿易政策不確定性嘅擔憂。呢方面咧，對於市場帶來情緒一個層面咧係非常正面嘅。第二，近期 A 股走勢都比較強，可能有望咧帶動國外匯市一個升值嘅一個情緒。從右邊嗰幅圖我哋睇到咧，北向資金同人民幣匯率咧有一定嘅相關性。第三，美聯儲9月減息之後咧，美債利率回落，而國內嘅債券利率咧近期呈現一個反彈嘅走勢。喺趨勢上，人民幣嘅匯率嘅走勢咧仍然維持相對中性。喺中美利差深度倒掛嘅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咧，可能導致到整體呢個結匯率咧維持一個低位嘅。對於做跨境貿易嘅客戶嚟講咧，可以關注結匯嘅時間點。從結匯嘅資料嚟睇咧，結匯量同埋人民幣嘅走勢咧，其實都存在一定嘅相關性。而且而家中國出口係 GDP 增長一個重要貢獻嘅因素，都會一個考量嘅因素嚟嘅。好，咁我哋回顧一下資本市場啦。美股目前嘅估值咧較為高啦，主要都係受到科技股嘅推動。咁長期嚟睇嘅話啦，科技仍然都係美國經濟以及資本市場嘅重要動力嚟嘅。咁有較大嘅增強企業嘅效率支撐住啦，同埋有個盈利能力喺度。咁如果睇翻咧美債嘅情況嚟睇嘅話啦，目前中短期美債嘅確定性咧比較高嘅，咁投資者咧可以重點關注。咁而美元嘅話咧，雖然咧有下調啦，咁但係見到咧短期嚟講咧，美金仍然都係重要嘅儲備貨幣。而睇翻港股同埋 A 股啦，今年裏邊咧突破咗新高啦，咁主要都係受到啦資金面嘅影響。而黃金啦短期咧處於震盪嘅，咁但係長期咧亦都受到啦央行繼續去買金啦同埋降息嘅影響嘅，咁仍然咧都有配置嘅空間。咁而美匯指數啦，連續2年都有下跌嘅跡象咧，就唔係太大啦。咁如果有客戶咧想兌換嘅需求嘅話咧，都可以嘅隨住一啲嘅資金嘅用途啦，或者合適嘅匯率咧而進行兌換嘅。好，咁嗱，大家聽完咗上面對於整體宏觀經濟啦同資本市場解讀之後咧，可能都會有疑惑，究竟後面應該點樣投資咧？咁招商運安銀行嘅 Tree 資產配置咧，啱啱好就可以幫你解決呢個問題啦。我哋將投資咧分為活錢管理、保障管理、保守資產同埋進取投資4大類型嘅，兼顧客人嘅風險偏好啦，同埋人生階段，更好嘅為客戶咧可以選擇合適嘅投資產品，以達成長期投資啦、資產增值嘅目標。我哋以風險偏好 R3 人生階段咧喺累積整體呢個客戶為例啦，我哋建議咧，其實投資者咧可以保留15%嘅活錢作為自己嘅流動資金，滿足生活日常嘅需要，以備不時之需。另外45%嘅投資咧放喺一啲保守嘅資產，用保守嘅資產咧獲取長期嘅增值，而最後嘅40%咧可以投資喺進取嘅管理，承擔更高嘅風險，獲取資本市場帶嚟嘅一啲更好嘅回報。咁問題一咧就係講緊美國關稅咧對投資有啲咩影響咧？而問題二就係美聯儲局減息嘅背景之下咧對配置有啲咩影響咧？最後一個問題啦就係講緊如何做好準備，讓你嘅小朋友贏在起跑線咧。咁我哋而家就睇一睇第一條問題。當前美國關稅嘅形勢咧雖然趨於緊張，咁但係整體咧開始緩和嘅，主要咧呈現下面呢啲特徵：貿易保護主義加劇。我哋見到全球嘅貿易限制措施同比咧係激增咗37%，遠超過2018年貿易戰嘅豐值。而美國對於歐盟汽車啊、藥品等商品更加咧係加徵15%嘅關稅，並且實施咧動態調整機制，令到呢個稅率咧係隨住貿易嘅逆差浮動嘅。咁首先我哋睇下近期政策嘅一個動態啦。咁喺美國近期對於歐盟、日本、墨西哥等主要交易夥伴咧，其實實施咗一啲新嘅關稅。而稅率咧係喺15%到30%之間，例如對日本進口商品徵收15%嘅基準關稅，而對歐盟嘅汽車、藥品等咧，亦都加徵咗15%嘅關稅。而喺8月6號嘅消息咧，美國宣布對華嗰個24%嘅關稅加徵咧暫停咗嘅，延長咗90日，去到11月10號，而保持本輪30%嘅一個關稅，為中美談判咧同埋聖誕季節嘅貿易緩衝壓力。然後咧係美國嘅影響啦。美國製造業咧連續6個月萎縮，關稅政策導致到整體企業成本上漲，而家庭嗰個年均支出預計咧亦都增加到2400美元。雖然批評嘅聲音不絕啦，但係好多民眾認為咧呢個係對內嘅加稅。而總體嚟睇咧，當前全球關稅嘅形勢咧出現出一啲所謂局部緩和格局，
但亦都有局部升級咧並存嘅一個複雜嘅情況。而部分地區咧存在關稅調整，例如中美部分嘅商品咧，整體嘅趨勢咧開始有緩和嘅跡象。而部分嘅國家咧，亦都通過直接投資、採購協議去換取咧更低嘅稅率，以及關稅行業嘅一個下調啦。咁但係目前嚟睇咧，對於美國貿易順差嘅經濟體最低嘅稅率咧，可能係歐日韓。佢哋協議達成咗之後咧，基本上而家係15%嘅一個稅率啦。咁而歐日韓咧，亦都獲得咗關鍵行業關稅嘅一個下調，但係條件咧就係大額投資同埋採購嘅承諾。而按照整體美國嘅講法咧，日本方面承諾咧投資5500億美元，而日本咧亦都增加75%美國大米嘅進口，而且咧會大幅擴大進口配額，購買80億美元嘅美國粟米啦、大豆等農品嘅產品，而購買100架波音飛機啦，而且咧係會每年增加額外數十億美元嘅美國國防一個裝備嘅採購。喺歐盟嗰方面，喺特朗普任期內咧，將會對於美國額外投資6000億美元，而且咧會喺未來3年咧採購7500億美元嘅美國能源。而韓國嗰方面，特朗普咧亦都稱韓國咧將會對美國投資3500億美元。我哋睇下整體日本通過嘅投資係換到啲乜嘢咧？日本承諾咗投資5500億美元，可以換嚟關稅率咧下調一個收益。粗略估計咧，每年慳到大概148億美元。目前關於日本嘅投資形式啊，同埋年限一個暫時咧係未有正式嘅文書確定嘅。後續咧具體點樣落地咧，我哋仍需要密切觀察。咁但係從投資領域嚟睇咧，歐洲、日本、韓國其實都係集中喺能源、半導體、汽車行業等等。投資者咧可以對呢啲行業咧更加關注。好，我哋嚟睇下關稅對於美元指數有咩影響。2025年上半年，美元指數咧喺第二季度出現大幅貶值，同特朗普出台一啲超出市場預期嘅對等關稅有關。睇翻啲圖啦，我哋可以見到美元指數重要嘅轉捩點咧，都係同對等關稅相關重要事件發生係不謀而合嘅。喺2025年4月2號，特朗普咧簽署行政命令咧，啟動對等關稅。個行政命令咧，幾乎令到所有國家嘅商品嘅關稅咧，從4月5號起咧徵收10%嘅基線關稅，而至4月9號起，針對約60個國家實施更高嘅個別對等關稅咧，從11%到50%不等。而超額嘅部分咧，係針對同美國貿易逆差較大嘅國家而設定嘅。去到4月9號，我哋見到美國政府暫停執行多國嘅一個額外稅率，但該暫停咧係不適用於中國嘅。咁而美國政府喺對等關稅嘅政策上所採取嘅一個所謂選擇性暫停嘅策略咧，亦都引發全球主要國家，尤其係美國嘅主要交易夥伴咧，強烈不滿同埋外交抗議。我哋見到由4月9號去到4月14號4日嘅時間裏邊咧，美元指數咧係快速跌破100呢個水平嘅，從102.97貶值到99.69，而貶值嘅幅度咧高達3.2%。喺2025年7月底去到8月中上旬咧，對等關稅嘅重要談判咧，再度對外匯市場咧進行一個干擾嘅。我哋可以睇一睇，首先係美股嗰部分啦。美股嘅波動咧，確實係一個加大嘅跡象嘅。咁我哋喺圖嘅左手邊可以睇到咧，喺2025年4月份以嚟咧，美股基本上出現一個頻繁嘅大幅波動。而標普500嘅波動率咧，個指數咧從一個中樞之前係18.38咧，上升到20.39。而主要因素咧就係因為國際貨幣體系加速咗一個所謂嘅多元化同埋碎片化，而美元資產嘅風險溢價咧亦都可能上漲，令到咧全球嘅資金咧所謂一個 rebalancing 再平衡，降低咗咧對美股嘅一個風險嘅一個暴露口喺度嘅，而對於美股形成一個調整壓力。當然我哋睇到由於美股咧仍然係美國境內投資者主導，外資減持咧唔一定會導致美股出現一個大幅嘅下跌。直到去2024年第4季度啦，我哋睇到咧外資持有美股嘅佔比咧，其實只有30%。但從波動性嘅角度咧，美股嘅散戶化趨勢咧可能會放大咗美股嘅波動。數據顯示啊，美股當前咧整體個交易量當中咧，機構投資者佔比咧，從2019年底46%咧下降到咧36%。相反咧，非專業嘅個人投資者受到情緒催化，成為整體推升市場嘅一個資金嘅動力。可能都放大咗美股調整風險，而隨住關稅事件開始放緩，我哋可以睇到咧，關注未來美股波動咧會唔會有一個下降嘅趨勢。而喺之前咧，個人嘅投資者還係需要咧更多通過資產配置方式嚟參與，
唔好過度集中一個風險。而美債利率近期嘅變動咧，主要係由於關稅衝擊下嘅美國經濟衰退啦，同埋降息嘅預期存在。我哋見到咧，美債大幅波動咧，更多係嚟自資金面同埋技術面嘅緣故。而市場對於美債拋售嘅原因咧，有一種觀點就係美國主動挑起全球貿易戰嘅背景下，外國嘅官方部門咧拋售美債嘅持倉咧，去報復翻美國關稅行為而導致嘅。雖然外國嘅官方拋售咧，目前冇咩數據可以驗證啦。咁但係一方面咧，從美聯儲公佈咧，外國官方嘅美債託管規模嚟睇咧，外國官方美債託管規模咧變化係非常之細嘅。而另一方面咧，我哋見到最新美債拍賣嘅結果亦都顯示咧，外國部門對於美債嘅需求咧，相對仍然比較強。以4月份10年期、30年期嘅美債拍賣為例啦，認購嘅倍數咧，間接咧係投資者獲配個比例咧，都好過3月份同期嘅美債拍賣。而美債市場嘅流動性咧，亦都冇見到進一步惡化。我哋可以睇下咧，美債期貨嘅持倉量、美債市場嘅流動性同埋持倉量咧，係存在間接嘅關係嘅。而目前美債期貨嘅持倉量咧冇明顯嘅減少，亦都意味着咧投資者咧仍然能夠快速買賣美債期貨同現貨，唔會出現流動性突然枯竭嘅情況。而從右圖我哋可以睇到咧，美債期貨嘅持倉量同埋美債嘅收益率咧，亦都有一定嘅線性關係。咁加徵關稅咧嘅核心影響係在於咧顯著提高咗美國採購中國商品嘅最終成本。而為咗消化呢部分嘅成本嘅增加咧，維持本身嘅利潤咧，處於供應鏈下游嘅進口商咧，譬如話美國嘅零售商會啦，會利用其市場嘅地位同埋議價權，向上游嘅中國出口企業咧施加更大嘅減價壓力，要求降低商品嘅離岸價格。而面對劇烈嘅國際競爭，維護客戶關係同埋保持工廠運轉嘅需要咧，其實好多中國出口企業咧，往往都要被迫接受呢種減價嘅。另外咧，出口企業自身嘅生產成本啦，譬如話原材料、人工等等，通常咧都有一啲剛性嘅元素喺裏邊，好難咧同一時間去下調嘅。因此咧，出口商品離岸價格嘅下降咧，直接係侵蝕咗企業單位產品利潤嘅空間，導致咗咧企業嘅毛利率同埋淨利率咧都係下降嘅。咁喺呢種叫做售價被迫降低，而成本居高不下一個雙重質壓嘅情況之下咧，係造成中國出口企業盈利下降咧，甚至到經營困難嘅根本原因。咁如果有客戶朋友係做國際貿易嘅話咧，亦都可以重點關注後續關稅嘅變化，對於自己企業會產生啲咩影響。咁大家咧可以睇一睇右邊嗰幅圖咧，其實美國提高咗關稅咧，針對中國新能源產品，譬如話電動車啊、電池啊呢啲咧，都會嚴重削弱咗呢啲產品咧喺美國市場嘅競爭力，導致到咧中國對美國直接出口咧顯著萎縮。同時咧，國內嘅產業鏈咧，亦都會承受短期嘅陣痛，並且咧面臨一個深度調整嘅壓力，令到啲企業咧通過技術嘅創新啦，譬如話研發一啲固態電池啊、高效光伏技術啊，或者降低成本增效嚟提升核心競爭力。長期嚟睇咧，其實呢啲政策嘅變化咧，雖然帶嚟挑戰，咁但係咧同時咧，亦都會推動中國新能源產業咧偏向一個更加高嘅一個價值、更加全球化嘅佈局嘅一個轉型，同埋咧通過積極開拓新興市場，突破所謂嘅前沿技術咧，嚟尋求咧一個所謂可持續性嘅。咁大家咧其實可以持續關注高科技嘅行業喺未來嘅發展，為資產配置咧同埋投資咧提供一個指引嘅方向嘅。好，咁我哋總結一下啦，美國關稅帶來嘅影響啦。咁由於不確定性嘅增加啦，關稅咧會導致投資者嘅信心減弱，進而咧會令到美匯指數咧產生有負面嘅影響嘅。咁同時啦，如果有突發嘅事件啦，咁我都會增加到啦對美元嘅波動性。咁所以大家啦喺投資嘅時候咧，都需要更加謹慎㗎。咁而關稅咧都會導致國內企業出口嘅成本增加啦。咁為咗得到有更好嘅競爭優勢咧，不得唔減價。咁亦都會導致咧企業盈利有所下降㗎。咁而家下面咧，我哋都會睇一睇問題2，見到咧就美聯儲局喺減息嘅背景之下，究竟對於配置有啲咩影響咧？嗱，我哋睇翻北京時間喺9月18號凌晨結束嘅9月份議息會議啦，美聯儲咧將基準利率下調25點子，去到4%到4.2%嘅區間，係從去年即係2024年12月份之後咧，相隔咗9個月咧，第一次再減息。而呢一次嘅減息咧，喺會議前咧，其實形成咗市場一個高度嘅共識，
寬鬆嘅交易咧，亦都喺會議之前咧演繹咗咧成1個月嘅時間。我哋睇到咧呢一次會議嘅背景咧，基本上可以話喺鮑威爾年中會議咧發表一個鴿派嘅發言，加上咧美國非農就業數據連續2個月爆冷走低。睇翻咧8月份嘅 CPI 咧雖然溫和上升，但從整體結果嚟睇咧，9月嘅會議嗰個表現咧係中規中矩嘅，而體現到喺鮑威爾咧將呢一次嘅減息咧描述為一個所謂風險管理、風控式嘅一個減息。未來咧喺減息路徑上面咧，點陣圖預計今年內咧仲有2次嘅減息嘅機會，亦都符合市場嘅預期。咁但係美聯儲內部咧仍然存在分歧。美聯儲貨幣政策嘅框架咧主要定瞄就係就業市場同埋通脹水平。而目前睇咧，美聯儲認為咧，可能就業市場咧需要更加關注嘅。咁而美聯儲減息對於中國市場有咩影響咧？係好定係利淡咧？咁而關於美聯儲減息咧，通常會引用咧個影響就係話美聯儲減息，美元同美債嘅利率同一時間走弱咧，同時中美利差收窄，咁海外嘅資金咧好自然就會流到國內噶啦。但係咧呢個情況並唔一致嘅。我哋睇翻美聯儲咧。減息咧唔一定會導致到美債嘅利率同埋美元走弱，更重要嘅係咧區分乜嘢係減息週期。如果係一個所謂衰退式嘅減息咧，咁呢一輪的確咧係成立嘅。咁但係如果降息嘅過程係伴隨住美債利率同埋美元不斷下跌咧，美股持續走弱咧，咁啱咧歷史上咧多數嘅減息週期咧都係呢一個情況嘅，因此咧先至會有普遍認為減息咧一定會導致到美債嘅利率同埋美元走弱。而衰退式嘅減息咧個本質就係屬於過於滯後嘅減息。減息嘅時間咧，經濟已經面臨好大壓力，需要大幅減息咧，先至可以保護住經濟下行嘅一個趨勢。因此咧喺降息過程當中咧，美債嘅利率同埋美元指數咧都會受到貨幣政策嘅調整啦，加上經濟放緩嘅雙重打擊下咧出現下跌嘅。咁我哋睇翻咧喺2001年1月份、2007年嘅9月份、2020年嘅3月份咧都有類似嘅情況。而當時分別係發生互聯網泡沫啦、次貸危機同埋新冠疫情呢啲重大嘅危機事件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個所謂嘅預防性降息咧，喺一次嘅過程咧就會大幅提前同縮短。喺減息嘅時候咧，經濟嘅壓力咧冇咁大，因此咧輕微嘅降息咧反而可以做到一個提振嘅效果，自然就唔需要好多次咁減息。小幅嘅降息嘅預期咧反而提前咧充分介入。以及咧喺減息之後經濟咧有一個快速好轉嘅效果嘅。咁呢樣嘢都會令到咧減息兌現之後咧市場交易咧迅速由一個所謂嘅減息邏輯咧轉向咧經濟好轉嘅邏輯，進而咧令到美債嘅利率同埋美元見底回升。我哋以1995年7月份、2019年嘅7月份、2024年嘅9月到11月份都有類似嘅情況，都係一個所謂比較短期嘅減息週期。而美聯儲減息咧對於資產嘅影響嘅總籃咧，我哋呢度統計咗咧40年嚟幾次嘅減息週期，可以睇到咧預防性減息嘅過程當中咧，減息後經濟開始好轉，股市咧亦都因此受惠，而標普500指數同恒生指數咧都有個唔錯嘅漲幅。所以咧減息帶嚟嘅影響咧，更重要咧係觀察美國經濟嘅整體嘅經濟情況。而我哋咧亦都嚟睇一下美聯儲咧減息對於中國經濟嘅影響係點。咁首先睇一睇咧，當前咧一個所謂更似預防性嘅減息咧，亦都就係話喺2024年同2019年嘅翻版。美國經濟咧並非冇壓力，科技以外嘅一啲傳統需求咧，其實一直受到所謂嘅高利率嘅一個打壓啦。咁但係相比起糾結美國經濟有冇壓力咧，一個更值得探討嘅問題就係呢啲壓力可唔可以被迅速解決咧？而一定程度上咧，呢個係確定嘅。喺美聯儲減息就可以解決大部分傳統需求疲弱嘅問題。而關於美聯儲減息咧，短期嘅利好咧，更多係通過流動性甚至情緒嚟體現。如果美債嘅利率同美元短期下行咧，直接就可以影響到中美嘅利差、港股嘅流動性。咁但係呢種短期嘅利好咧，可能亦都好快會逆轉，因為減息唔會好多，更多咧係因為減息之後基本面好快好轉，提供更高嘅回報。因此咧，美債嘅利率同埋美元咧，反而可能係會見底回升嘅。而關於美聯儲減息咧，可以關注一下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係以美聯儲減息作為一個視窗，中國可能咧實施更大嘅力度嘅貨幣同財政寬鬆，去支撐咧甚至提振咧新任部門嘅一個所謂信用嘅擴張。
而呢方面咧，對於中國市場嘅效果咧，係遠遠大於咧，淨係睇美聯儲減息本身帶嚟嘅一個所謂嘅分母端嘅效果。喺去年9月24號咧，就係一個最典型嘅例子。只可惜咧，之後個財政政策力度咧唔能夠持續，反而導致市場咧從10月初嘅高位咧持續回落到年底嘅。而係結構性嘅中美影射機會，美聯儲減息係會提振當前疲弱嘅美國房地產市場同埋傳統嘅製造業需求。因此咧，從中美影射嘅角度咧，同地產相連嘅一啲出口啦，以及同投資相關嘅一啲有息等嘅大部分嘅大宗商品咧，可能都會直接受惠呢個方向嘅。咁喺2024年嘅減息週期前咧，亦都出現過類似嘅情況。咁回顧一下啦，美聯儲局減息嘅話題啦。咁減息咧可以分為啦衰退性減息同埋預防性嘅減息嘅。咁由目前嘅經濟形勢嚟睇嘅話咧，今次嘅減息咧可以話係預防性嘅減息。咁而減息咧會隨住市場流動性嘅增加啦，而美國經濟咧都會有所回暖㗎。咁隨住咧增加到美國嘅市場嘅流動性之外咧，亦都將會進一步打開咗中國市場嘅流動性，對於中國嘅國債啦或者股市啦都有正面嘅推動作用嘅。咁我哋而家就睇一睇第3條問題，如何準備好讓你嘅小朋友贏在起跑線啦。為咗俾佢哋子女一個更好嘅未來咧，通常會有好多方式，而比較常見嘅方式咧就係投資房地產或者教育上面啦。咁我哋就睇下呢兩種方式分別需要注意啲乜嘢啦。咁我哋以香港嘅房價為例啦，咁如果拉長嚟睇嘅話咧，香港嘅房價喺20年整體咧係處於一個上漲嘅趨勢嘅，主要係得益於咧香港嘅經濟咧非常係有一個強勁嘅增長啦，加上土地嘅稀缺，催生咗咧所謂嘅寸金尺土嘅神話。而喺內地自由行同埋全球量化寬鬆之後咧，香港嘅房價咧係繼續上升嘅。咁但係去到2021年之後咧，由於整體房貸嘅利率上升，香港股市下跌，同埋香港人口外流等等嘅因素咧，導致房價咧出現咗一個下降嘅趨勢。而歷史上咧，美聯儲減息同埋恒生指數嘅走勢咧，同香港房地產市場咧係呈現一個高度相關性嘅。而背後嘅邏輯咧，其實好簡單，喺減息直接影響樓市貸款嘅利率，而股票市場則會帶嚟財富效應。賺錢後就有意將部分嘅股市嘅利潤咧轉投到房地產市場。而從歷史嘅經驗嚟睇咧，美聯儲減息後咧係會伴隨住恒生指數嘅反彈。由於全球嘅流動性寬鬆，香港房價咧亦都會通常咧喺恒生指數反彈之後半年出現反彈嘅。咁我哋睇翻喺1994年、2002年、2008年、2016年、2020年都得到咧同一個情況。而喺本輪恒生指數咧喺2024年見底反彈至今咧時間咧其實超過1年，喺幅度咧係高達30%嘅。而香港樓市咧反而冇一直反彈，所以後續咧值得大家去觀察一下香港樓市嘅情況。而另一方面，從住宅嘅庫存嚟睇咧，其實從2024年開始咧，每一個季度都係逐漸下降緊嘅。咁而隨住呢個所謂嘅房地產庫存出現下降啦，咁喺供需關係嗰方面咧，供給降低咧，自然有機會帶嚟房價一個上漲。同時咧，目前住房嘅成交咧，亦都有企穩回升嘅趨勢，對於未來住房嘅價格咧，有一個提振嘅作用喺裏邊嘅。咁目前香港對於世界人才嘅吸引力咧，亦都逐漸增強。呢方面咧，亦都解決到香港人口外流嘅問題方案之一。香港咧喺2025年世界人才嘅排名咧，其實升到去亞洲第一位嘅，係歷年以嚟排名最高。咁亦都證明咗香港喺教育、創新科技同埋引進一啲人才嗰方面嘅政策咧，係採得到一啲有成效嘅措施。而從吸引人才嘅一啲專才計劃嚟睇咧，我哋見到從2022年開始咧，每年嘅數量其實逐年上升嘅。呢方面咧，不單驗證咗香港嘅吸引力持續提升，同一時間咧，對於房地產嘅價格咧係一個支持嘅作用嘅。因為從專才計劃嘅申請數量嚟睇咧，每年獲批嘅數量咧都持續增加緊。而家每年咧個增速大概10%。而隨住呢批赴港工作嘅人越嚟越普遍咧，申請數量會進一步提升。而隨住呢啲專業人才嘅人員咧逐步熟悉環境、財富累積，未來咧佢哋都有機會咧喺香港買樓嘅一個剛需，進而咧提供一個房價嘅一個支撐喺裏邊嘅。咁睇完房地產之後咧，咁我哋再嚟睇一睇留學嘅情況啦。從整體嘅數據我哋可以睇到咧，英國、澳洲、美國都係中國留學生喺海外留學嘅主要留學嘅地方，加起上嚟咧已經佔比超過70%。而中國香港咧，亦都係一個熱門嘅留學地區。我哋見到咧，香港大學嘅排名咧已經升至全球嘅第11名。
而一啲熱門嘅地區嘅留學成本比較高。相反咧，中國香港30到35萬，美國45到60萬，英國36到70萬，澳洲40到50萬。咁所以如果未來子女係有海外留學規劃嘅話咧，其實一定咧要平衡翻成本同埋價值，提前做好財務規劃，結好咧自身嘅規劃，選擇合適嘅一個留學嘅地區。咁另外我哋睇翻喺教育嗰個基金規劃嗰方面咧，亦都需要做一個提前嘅安排咧，去應對翻咧逐年上漲嘅學費嘅。我哋見到數據顯示咧，其實美國加州地區嘅學費咧，平均每年漲幅咧達到5%嘅，而香港8大高校咧近3年嘅學費咧平均增幅咧甚至乎去到7%。咁所以如果以4年大學留學嘅總開支去計翻，以150萬為例啦，每年5%嘅升幅咧，10年後咧係需要準備咧244萬港幣。如果呢個漲幅持續嘅話咧，20年後咧甚至高達咧398萬。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學費嘅漲幅同時間咧係會大幅推高留學成本，而提前做好教育嘅規劃咧係非常重要。而教育基金嘅開銷咧一般會比較龐大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可以定期咁投入，積少成多咧，可以有助減輕家庭整體嘅經濟負擔。假設如果而家年化收益7%，我哋要達成150萬嘅教育基金目標嘅話咧，由0歲開始準備，每年投入4.5萬嘅話咧，持續17年總投入77萬咧就可以達到呢個目標啦。咁如果小朋友係6歲開始返學嘅話，每年需要投入8.9萬，頭11年嘅話咧，總共98萬。12歲上中學先至準備嘅話咧，每年就要投入24.4萬，5年咧總共投入121萬。咁所以明顯地咧，我哋見到如果教育基金越早準備，每年投嘅壓力就越少，就更容易累積目標嘅資金，係可以運用咧 Tree 資產配置服務體系咧嚟做呢個投資嘅。而永隆嘅 Tree 服務體系咧，亦都充分咗借鑑咗招行嘅 Tree， 將客戶資產咧分咗活錢管理、保障管理、保守資產、進取投資咧4大類別，兼且咧我哋會跟翻客戶嘅特徵咧、需求、市場配置規律咧，進行一個合理嘅配置，為唔同嘅財富階段啦、風險偏好嘅客戶咧，提供一啲個性化嘅配置方案，滿足客戶功能性同埋投資型嘅需求。咁所以咧，無論係買樓或者留學咧，都需要做好資產配置。喺足夠嘅流動資金之後咧，通過保守資產或者進取嘅投資咧，呢一個合理嘅配置比例咧，去滿足未來嘅一個配置嘅需求。咁總結一下呢個話題啦，買屋同埋教育基金啦，都有各自所需要關注嘅要點嘅。咁因為咧香港吸引力增強啦，亦都對於樓價未來咧都會有一定嘅支撐作用喺度㗎。咁而針對教育基金啦，因為教育嘅成本啦有所增加啦，學費咧會逐年提升，咁越早準備咧就會更加輕鬆啦。咁以上咧就係今次分享嘅全部內容啦，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對於宏觀經濟或者資本市場有進一步嘅了解，亦都希望幫助大家啦了解到自己對資產配置嘅情況啦，有更好進行資產嘅財富增值嘅。